怎么还有表白呢？表什么白啊？有个上来说我爱你。那要干嘛？上来说我不爱你。对，我是一名医生。那个台词怎么说来着？我现在只对医学感兴趣，特别是人体结构，宝贝儿。我没有那么油啊，我说的很清楚了。这部剧我一直在做研究。很累，沉迷于学术，无法自拔。做啥研究？学术。学术，人体结构研究，宝贝儿。呀。我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吃。我这个戏就属于，他们在加光啊，有1-2分钟，我眯一会儿，吃个饭。学一下绵绵休息的时候就一点点，他只要一休息这样。喝水。不对。水。就是我状态好的时候，我肯定是一直都在就是一直都在那个工作状态里的，我一直都很积极的那种。但这次真的是，你知道，就是我不舒服，我就想把那个积极留一点，就留在戏上，然后不在戏上的时候，我就在那我一在戏上我就打起精神，一不在戏上我就我不行，休息。就是我从小吃豆浆就会吐，我不是四川的，我是江西的，我是一个会说四川话的江西人。一定要在直播里给我证明一下，因为我的江西老乡们说你咋个回事，天天说四川话，然后别人说你是四川的你也认。我不行，我是江西人啊，我是江西人，但是我很喜欢四川。我在四川一直待着。我刚刚说到哪儿了？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少泡点吗？喝不完。我喝不完。你用这个保温杯给我泡那一大杯，就是正常你泡这么一点，我喝完我是不是就有用了？我一口就喝完了。但你用保温杯给我泡这一大堆，我现在喝了就3口，我就喝了3口，而且我都是小口嘬水。就相当于都在喝水，没有喝药。对，没有在喝药。这一杯如果泡在那，我能喝一整天，就没有接下来的2顿了。注意掉地打车也好，上车也行。买的不是。江西福州黎川，是的。我也不喜欢看你的长相，赶紧走吧你，拜拜。宋总，拉黑赠送给你。跟东北话不一样，东北话都不算一个什么体系，它只是一个音调。东北话和四川话都很容易感染人。你咋这么会说东北话呢？因为他是东北人啊。他是东北人啊，我天天跟他待在一起，我听东北话，我学习呀。你比划啥呀？我给你扒了一半翻出去，你以为是都你吃的啊？不都是我吃的？我给你扒了一半出去，就换句话说，你是从这儿开始吃的。我扒拉出去一半。你扒拉去哪了？你自己不是有盒饭吗？我扒拉这儿，我扒拉出来一半，然后把这个剩下的一半就这样给你平摊开了。你没发现它高度都不够吗？我没注意，我刚刚不是直播去了吗？是不是高度都不够？我是扒拉开。我看他那个表情就是。夸我今天吃了这么多，还得夸，好棒啊！最起码我夹了菜才吃啊。
我俩越不说越期待，好好好，我俩不说，我俩连花絮都不带发的。是的呀。点子你。我在直播哥。我不抽烟，你不要跟我说这样的话。你看过来啊，我教育教育你。小小玲珑呢，就是因为我是很大一只的，我就不是那种就是瘦瘦的那种男主。这个问题问的，不化妆有这么漂亮吗？肯定没有啊。这是个女生啊，她不化妆吗？不化妆也很好看，妹妹不化妆也很好看。但是我肯定是化妆的更好看啊！谁会？我不相信有人会不化妆比化妆好看。底子好看怎么化都好看啊，底子不好看你怎么化也就很脸啊。不是，我是纳闷儿，她是个女生问出来的，不化妆怎么样？我现在对啊，化妆不就是为了好看吗？不然我化妆干嘛？这女的从来不化妆，不应该啊。素颜也很好看，素颜是更清纯。她的视力为什么能望那么好呢？看到这来，低头他也在直播间。没有，我是管理员，我是管理员。他是管理员。我看到还有，他一般是守护我的直播间。你知道有一次我自己拍着的时候我在播，然后那天就是中午不知道为啥人贼多，一般我一个人播的时候很少上4、5万人嘛，然后很多黑子，然后我刷屏刷得很快，我就看不到他的评论，然后我的管理员就疯狂帮他一起说，给娱乐管理员，给娱乐管理员，给娱乐管理员，对不过来。对。